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大专奉献主日我们为着大专中心的事工来奉献，并且来分享信息。等一下我讲到完之后，我会请高伯恩传道师，他会来报告大专中心的目前的事工。在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来认识你，帮助我们认识你的话。在今天早上，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读经，透过我们的诗歌，透过我们的礼拜的每一个程序，我们感受到你的话语临到我们当中，这种神圣性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存在的意义，也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领受的过程，当我们回去到我们的家里的时候，我们就将这一切所学习到的实践出来。上帝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里，产生力量，继续带领我们的接下来的每一步。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领受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0章38到42节。路加福音10章38到42节。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子，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来。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讲道。40节，马大伺候的事情多，心里忙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41，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的是和合本的版本。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经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因为事实上马大和玛利亚的两个对比非常的强烈。那这一种强烈常常会变成我们在就是领受经文之后的学习，我们会产生一个很明确的思想，很明确的想法。这种明确的想法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在马大和玛利亚这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人来学习他？当然我们在这两个角色里面的学习，我们会看见马大忙乱，所以他很忙。那玛利亚她很安静，忙跟安静做出一个很大的对比。那耶稣称赞的是谁？他称赞的是玛利亚。所以我们应该要向玛利亚学习，像他这样子安静的就是学习耶稣的道理。这样的教法，这样的教导没有错，因为事实上就是学习耶稣的教导，这是必要的。但是玛利亚的忙乱其实是有问题，是有原因的。就是我其实在读这段经文之前，我以前还是神学生，甚至在更早之前，我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我还没有当一个就是会认真读圣经的一个人之前，我是一个学生。其实在读这段经文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就是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就是坐在牧师坐在教导者面前，然后听他讲道。但是一直到就是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里面，然后我就是在里面就是我们是大专主日，然后我们都要去每一个不同的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它有一个地方就是写那个就是马大，就是它有一个教室上面就写马大，是马大团契使用的地方。马大团契使用的地方，门打开，请问里面是什么？厨房，对。是厨房，我第一次感受这么深就是原来马大团契聚会的地方在厨房，门打开，满满的马大在里面然后大家非常的忙因为我是去借厕所，问说请问厕所在哪？他说厕所马大团契走进去，直走就会到了这样。我就进去大家都好忙，就在准备中午的爱餐这样，然后我就再走出来，我就说哇，你们马大团契真的是很热闹对啊，他们就说因为就是今天有聚餐今天有爱餐，所以他们也要准备大家的食物这样。这种准备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很新奇的经验。这个新奇的经验就是，其实我并不是基督教家庭成长的孩子，因为我是我们家是那个就是一般传统信仰，我是到大学到大专的时候才接触信仰的，所以大专事工对我来说很独特，它是一个就是让我的生命产生很大的变化的一个事工当然我自己也没有想过我会花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在大专的事工上面，但是。这种思考，当我在进入基督化的一个团体之后我发现马大和玛利亚的这种分别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其实它很常见。这个常见意思就是说，我们会认为
在耶稣脚前坐着好好听他讲道，坐着听他教导，跟在外面忙乱这两件事情是对比的。但是事实上我自己有很大的反省，包括就是我看过了马大团契之后，然后我自己进入了婚姻，我自己有小孩。我在就是我刚刚有说我们在大专中心，我们常常需要就是去到各个地方讲道。那我刚结婚的时候，其实是2009年，我是2013年的时候就是当传道师。那2011年就是我们家小孩子出生，就是我们家的老大出生。那这整个过程其实我经历很大的变化，不是只有在神学院里面就是学习而已。我发现有另外一个让我更冲击的一个地方，叫做家庭。家庭这个地方就是的学习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因为这种就是家庭的成长，就是你从原生家庭要进入到核心家庭的这个整个过程，你变成就是原本你是在一个原生家庭的一个遮荫底下就是成长的人，但是你进入了核心家庭之后，不好意思，你就是你的孩子的遮荫，所以你要承担很多的责任。那这些责任，老实说，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爸爸妈妈你们是不是很会当爸爸妈妈？我自己反省我不会。为什么我会说我不会？因为就是我会跟我的儿子，我们在玩岛，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会跟我的儿子说，因为有时候我们冲突嘛，就是有一些问题，我们两个就是有一些就是不同的想法，有一些冲突。那我们家小孩就是目前一个是已经要8岁了因为他1月19号生日，不用帮他庆生因为他已经吃太多糖了蛋糕吃太多了。1月19号生日，在这之前就是还有跟他弟弟，我们有很多的相处是有冲突的。那晚岛的时候，我们就会和解，因为今日事今日毕，而且睡觉对我们来说是死亡。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事实上，你一天的时间，你眼睛张开的这一个时间，你能够拥有的这个时间，就是你所度过的现在。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我们为着过去感到感谢，所以晚岛很重要。我们家晚岛都会和解，都会坐下来和解，因为你必须要抱着一个感谢的心来和解，来晚岛，来死去你才不会有遗憾这个我们都是把它当作死亡。那我就跟我的儿子聊天聊到我们今天的冲突的时候，我通常是第一个道歉的人，因为在家庭里面第一个道歉的是最有勇气的。我们会说就是没有啦，第一个道歉的是做错事的，对不起，常常做错事的是不会道歉的啦第一个道歉是最有勇气的，所以我就跟我的孩子说，对不起今天我当你的爸爸一天，我得罪你的地方求你饶恕我。那我的儿子当然就会很不客气说，没关系啦，我原谅你很不客气就跟我说没关系啦，你会道歉，我们也都可以接受弟弟就说没关系，爸爸你也做得很好了，意思就是你没有做得很好也没关系啦但是你有道歉就很好这样。我就跟我的孩子说，就是你们当我的小孩一个7岁，一个6岁那我当你们的爸爸其实也是7年跟6年而已。我没有比你们会当爸爸你们也没有比我更懂得怎么当小孩，我们平手，我们的资历一样为什么要把自己说得这么小？因为上帝让我们当一个人生活在彼此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是很珍贵的所以我就跟我的小孩说，我没有比较会当爸爸，我也才当爸爸7年而已就是那个如果这几年这样算下来，6年、5年、4年，到现在第7年要进入第8年，我一直在学习我的小孩当然他也会很坦诚的说，没关系爸爸，你越来越好了我说你们也越来越好了没关系，比你学的比我们快就是互相称赞，互相讽刺就是那感情非常的好。但是这一种关系其实是一种很长的学习。为什么会说它是一个很长的学习？我们今天的经文，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路加福音10章38到42的话，38到42之前面是律法师在教导就是他们问耶稣就是如何得到永生耶稣在教导永生。他的下一段是耶稣在教导如何祈祷。可是这一段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一段很独特的地方在，它其实是马大对耶稣的教导。为什么我说会是马大对耶稣的教导？因为马大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妹让我在留我下一个人忙乱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叫他来帮助我。其实这段在10章40节这是马大对耶稣的教导。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仔细去看出他的冲突，因为他的冲突刚好就是我们要学的地方。他的冲突就是马大对耶稣说，你要教我的妹妹来帮助我。
可是事实上，这段经文里面很奇怪，如果今天耶稣在里面是一个教导者的话，为什么教导他的反而是马大？很有可能在这个故事的发展里面啊，马大其实一点都不弱哦。我们会说啊，马大在外面事情忙乱哦，纷杂哦，就是他在外面就是他很忙，所以他没有办法学习到耶稣的教导。可是在经文里面的呈现不是这样，他其实教导耶稣应该要怎么做。当然，我们有看到41跟42，耶稣有回应他。可是我要请大家仔细去看，在经文当中的马大，他其实是掌控一切的人，他握有掌握权。这种掌握权，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当我进入婚姻之后，我其实更认真的看圣经哦，我有很多反省。这个反省就在于，就是我跟我太太在就是我们有2个孩子之后啊，其实每一次出门哦都是很大的痛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小孩，有小孩的话，你们知道小孩出门很累哦，因为你们要带他们的东西，他们不会自己带。我们是现在才训练他们自己带哦，就是说，我们要出门了哦，请你们去准备你们东西，他们就乖乖的去准备他们的东西。但是以前是我们要准备他们的所有东西。那礼拜天哦更累，因为就是礼拜天我们要去教会，所以我在就是我们当中看到那个爸爸妈妈带小孩子来的哦，都很佩服他们，因为你们一定都比所有人更早起哦，就是因为小朋友哦，就是起床之后，你要先打理他们，然后你们才有办法去教会。有一次我那一天就是在我那时候还是传道人哦，我是在这边就是就任，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2013年的时候，然后我当传道人第2年的时候，有一次没有大专主日，那我就跟我老婆回去南门教会，然后因为南门教会是9点半聚会，所以我们家准备的东西要就是准备完之后才出门嘛，结果我9点20分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等我太太，因为她速度不快。我想说怎么那么慢哦？就是赶快整理，我们要赶快出发了这样。结果我们要出发的时候已经9点30分了哈，教会已经开始礼拜了。如果今天我是一般的会友都还好，问题是我是传道人哦，传道人只要很晚去，他们就那个吴传道今天比较晚哦啊，是比较晚，对，比较晚。所以在车上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婆很不好意思跟她讲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早一点出门。然后她就转过来跟我说，你都没有帮忙，我们要怎么出门？我突然吓到我意识到就是他的这句话忍很久了。我刚刚做了一个球让他杀球我跟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要帮什么忙。他说对，你不知道要怎么帮忙，所以你要学。因为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其实我们比较少有那种就是男女生分工的想法。在我的家一直都是我妈妈是最忙的所以就是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办法分辨你大儿子跟你二儿子的衣服？然后我就很胆战心惊的跟他讲说，没有办法，我不知道谁该穿哪一件衣服我们当中有很多妈妈在笑我不晓得，因为他们的衣服都好像。他说不对，衣服不一样。所以出门的时候，你穿老大的衣服，我穿弟弟的衣服。我说那不然你把老大的衣服放在某个地方，不然我怕我会选错这样。他就说没关系，这个我可以帮你但是你要学。所以后来的出门我都一直问他，因为其实我们会这么慢，主因是因为我只要把我自己整理好就好了，我就是在那边准备开车。但是我老婆她要整理小孩，她要准备小孩的东西，最后呢，她才要整理她自己然后整理完之后才能有办法出门。她整理3个人我整理1个人，请问谁速度快？当然是我遥遥领先啊。所以在这种学习里面，我看到马大的忙乱我很有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我发现马大是需要有人帮他的我们在经文的学习当中，我们会一直以为就是圣经的教导就是非黑即白。可是我们生命经验不断增加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圣经的经文这样认真的去读，你会发现马大他是有权利对耶稣说，叫他的妹妹来帮助我。可是奇怪的是，你要达成这个目标很简单，直接去叫你妹妹就好了，对不对？如果我是马大在外面很忙，我就直接跑到旁边去，那个玛利亚，来，我很忙，来帮我。玛利亚会不去吗？我不晓得，因为经文没有写。但是马大的做法是什么？他终止了耶稣的教导，他对耶稣说：“你怎么能够让这件事情发生呢？”其实马大是很强的他不只是外面忙乱而已，我相信他绝对是非常有能力的人。但问题是，今天经文并不是要我们去分辨马大跟玛利亚的差别。
因为耶稣对他的回应是什么？耶稣对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可夺走的。”他并没有对马大说：“你不要在外面忙了，你就进来跟我们一起听讲道嘛。”这样对马大的邀请是很棒的邀请，我就不用忙了嘛，我就坐在前面就听讲道，吹冷气，很舒服哦。但是对马大来说，你们结束之后，外面的一切服事是谁帮忙的？谁处理的？外面没有人做这件事情的话，你们难道能够享受这一切的美好吗？不可能。我刚刚在上一场讲完之后，就是我们有在聊天哦，有聊到说，就是那个到底我们应该要学马大或是玛利亚，哪个比较重要，哪个比较不重要？其实对我来说，马大的忙哈，跟玛利亚的安静学哈，它就像吃饭跟睡觉一样，哪个比较重要？都重要。你要有人服侍大家，因为服侍是需要学习的，包括家庭里面也是。好像我老婆就服侍我们家3个男的，对不起，这是错的，要彼此服侍。先生要服侍小孩，先生要服侍老婆，老婆要服侍先生，老婆要服侍小孩，小孩要服侍父母，小孩要彼此服侍，这个要学。所以在这个学习里面，我们会看见马大跟玛利亚在经文里面的差异。那个差异并不是他们在各自的地方忙的问题。所以耶稣并没有谴责马大在外面的忙乱，他谴责的是什么？他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样。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我们通常会被上好的福分搞混了，我们会以为，玛利亚选择比较好的，马大选择比较不好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在在希腊文里面的这段经文，它是一种官身的用词。官身用词是什么？就是他是为自己做这件事情。所以那一段经文，他翻出来就变成是玛利亚为他自己选择他要的、他认为好的、他自己喜欢的。重点在最后面那句：你不可以夺走他，你不能去抢人家的东西啊！马大，你不能够去抢玛利亚的东西。问题是马大对玛利亚的抢，而不是马大在外面的忙乱。马大在外面的忙乱，要不要有人帮他？要，一定要有人帮他，因为我们是基督化的家庭，我们是教会，我们是互为身体、互为肢体。这段经文在这个部分的学习我们现在看 PPT 上面有一个图哈，这个图其实是在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男生跟女生的赛跑。男生穿着西装准备跑，女生也穿着她的衣服准备跑哈。当然，在前面等待的是什么？衣服、洗衣机，然后洗碗的哈，就是烫衣服的地方哈。如果我们一起跑的话，请问谁会获胜？如果男生跑再慢他们都跑得赢女生。我在礼拜5和礼拜6就是都有一个，不是我啦，是有2个女性她们有考试礼拜6的考试已经考完了，礼拜5的考试也考完了。礼拜5的考试那个人是我太太，这个女性考完了有通过礼拜6的考试是那个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她也考完了礼拜5的考试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在顾2个小孩。然后我2个小孩就是他们在神学院玩有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个家长还是什么，他就走过来问我说：“哎呀，你在顾小孩你的小孩的爸妈，那小孩的妈妈在哪里啊？”其实我很常被问因为就像我说过，就是当我发现我老婆告诉我这些事情要一起完成的时候我就跟她说：“那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爸爸日爸爸日就是从我来照顾小孩，因为其实我不会照顾小孩，我必须要学。然后当我开始照顾小孩，在他们都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拟那个爸爸日就是我老婆她每天可以有2个小时的下班时间，其实很短，因为我会下班，我老婆不会下班她会一直当妈妈，所以我跟她说没关系，那不然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你休息一下。然后我就背着我们家那时候老二还很小老大才2岁很小我们就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我一直被问一个问题，就是那附近的家长，他们看到我说：“怎么会一个男生爸爸背一个小孩，又一个这么小的他们都问我一个问题：你老婆嘞？”我都很不好意思跟他们讲，我老婆去喝咖啡他们说：“你老婆怎么不在？怎么没有顾小孩啊？”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问他们说：“如果我是女生呢？你们会问我老公呢？不会嘛？
好，我就问我老婆说：“你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有没有人问你说，你老公跑去哪里了？没有所以，当我的小孩越来越大之后，我礼拜五我又再被问一次，他说：小朋友的妈妈去哪里了？这小朋友的妈妈不在吗？我说小朋友的妈妈在里面口考了，里面考试我顾小孩。他说那你这样很辛苦我说不会啦，都辛苦，考试的那个也很辛苦他很焦虑他要面对他的口考。我只要面对这2个小孩，我只要让他们累死就好了就是教他们怎么样跑来跑去折返跑。我很会想一些奇怪的游戏只要跟我一起玩，一定很累所以他们玩到后来就是体力都快要被我消耗完了我们会一直被问说你的小孩的妈妈在哪里？但是却不会被问小孩的爸爸在哪里？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教养的思考上面我们会还是停留在男主外女主内的那一种就是层次的思考。我没有说他错，但是他会变化。这个变化就在于，当我们意识到了女性没有下班的时候，妈妈有没有可能晚上8点之后就下班？没有了。10点呢？没有。12点了？没有，还是一直上班。有一次，就是我老婆在跟我讲说，她在就是还是照顾2个小孩。那时候我还当一个不太懂得照顾小孩的男性的时候，她说晚上她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因为呢，小朋友只要一哭，她就会醒。我就说，我都没有这个问题耶，因为小朋友在哭，我就是照睡。她说对，这就是她最大的困扰。最大的困扰就在于，为什么你都不会醒过来啊？我说我不知道。我很安心的睡觉，我一直以为就是小朋友都是睡到天亮这样。他说没有，是你没有醒过来。后来我们就开始执行那个轮班制我才发现那个很辛苦。因为有一次我老婆回去台北3天，她3天回来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她是女神，女神降临了，她回到我们当中了。我们一家3口男的可以活下来了，因为那3天我们活得非常的痛苦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小孩的作息包括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事物，包括小孩子的衣服那个真的是很繁重的工作。所以我跟我老婆说老实说，我没有钱付你谢礼我没有足够的钱付你薪水如果你的薪水就是，如果我那时候当传道人谢礼3万2跟他说我把我的3万2都给你都是不够的，剩下的欠着拜托欠着我们到天上再给他说没关系，反正你也给不出来就是你的钱都在我的手上，你怎样我都很清楚我说我真的很佩服，因为你的工作的时间虽然我已经是工作狂了，你更痛苦你的工作时间比我更长更久，可是这种佩服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因为这个解决问题的地方就在于，她当一个母亲之后她没有机会成为她自己我跟她交往的时候，我知道我老婆她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她的能力比我好太多了。但是问题是，就像我们的图片上面那样的状态女性在她前面所等待她的，跟男生在她前面所等待她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我们不懂马大的痛苦我们不明白就是那一些前面等待着她的那一些辛苦是什么。所以马大对耶稣的责备，他对耶稣说的是：你怎么可以容许玛利亚去追寻她的自我？因为玛利亚她要在耶稣的脚前成为耶稣的门徒。那个不是玛利亚要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而已。那一段经文其实是像那个使徒行传22章第3节，保罗说他在加玛列的脚下成为对听加玛列讲道一样，意思是他是加玛列的学生。马大所谴责的是要求耶稣不能够让玛利亚成为像男性一样成为门徒，他应该要像女性一样在外面跟他一起忙。你怎么能够让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呢？所以马大没有直接去叫玛利亚出来，他是对耶稣说：你不可以让这件事情发生。耶稣对他的教导耶稣对他的回应是对玛利亚的保护。女性本来就可以追寻自我，女性本来就可以成为她自己，女性本来就可以在上帝对她的引导之下找到上帝所要她成为的样子。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学习到的是，当我们对圣经经文很深入的认识、很深入的理解，你会发现耶稣保护的、耶稣所称赞的，不是玛利亚在他的脚前认真的讲道，然后耶稣说：“你看，像玛利亚这样子很棒、很乖，好听我讲道，这样就好。”不是他反对的是任何人不能够去抢别人的自我成全。
你不能去抢别人，你不能让那一个人没有办法追寻他的自我。其实这件事情对我也是很大的反省，所以我跟我老婆说，因为她其实是念到博士班博士班2年级我们生了第一个小孩，然后后来她就是准备要复学的时候，我们出现了第2个小孩，所以第一个小孩我们给他一个昵称叫做鸡蛋因为他小小的，他的那个超音波照片很可爱，小小的像一颗鸡蛋啊。第2个小孩我们给他一个昵称叫做核弹。为什么要叫他核弹？因为他的出现吓死我们2个人。说怎么会怀孕呢？就是吓到，叫他核弹他没有办法再完成他的学位，所以我跟他说对不起我很抱歉，就像我跟我的小孩道歉一样，我们只要越会道歉萨提尔说你的家庭就越平安，好好回去道歉为什么要好好回去道歉？因为我们只是有限的人，我们怎么做都是不够，只要愿意好好的道歉，你们就会彼此相爱我们就会彼此了解对方的想法。所以我就跟我老婆说，你就好好的去追寻你的自我，你想要去念什么样的学位你就去做，我来照顾小孩，我们来分工合作，因为这个家庭是我们的家庭。但是这一个思考是源于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对上帝话语的把握。我们知道上帝创造男创造女，他创造的每一个人并没有谁不能够在认识他的话里面找到他自己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他的话语里面找到他的自我。大专中心的宣教的方向，我们在大专中心很认真的教导每一个学生要认真读圣经。可是这一种教导，像0岁到6岁的小朋友，他要怎么认真读圣经？他没有办法读圣经啊！你教他读字他对他来说，其实他没有办法用字去学。所以大专中心我们这几年的事工，你会发现大专很重视绘本。为什么要从绘本开始？因为绘本就是故事，故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记事情的方法。萨提尔说，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感受，对每一个人的感觉都是用故事去记的。所以当你们问我说，那个吴明翰牧师，你对你的爸爸的感情如何？我就会对你讲一个故事，因为我们对人的感觉都是用故事去记的。所以我们用绘本去教导孩子，告诉他很多的故事。当他开始从0岁到6岁听了很多的故事之后，他就对人性有所察觉。当他对人性的察觉越来越深之后，他进入到6岁到17岁，他开始去读字，他的学习就会建立在他许许多多的故事。我们家的小孩，他们从小就开始读绘本。我们家的小孩并没有比较聪明，但是他们在学校里面他们的待人处事他们并不是成绩很好的小朋友，但是他们跟人的相处都非常的融洽。差异在哪里？差异在绘本。他们跟其他小孩差了300本绘本、400本绘本的故事。他们脑海里有满满的故事来让他认识人性呢。所以我们很强调，你透过绘本来认识人性。接下来6岁到17岁，你透过读圣经来认识人性。到后来18岁到24岁，就是大专这个时期的时候，其实读圣经对你来说很简单，因为你已经有满满的故事作为你对人性的认识。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国家教育，我们的教育体制并没有让我们学习这些东西。像我是念资讯工程的我一直念到研究所都还是资讯工程的脑袋。所以你说我对人性的认识从哪里来？我是当基督徒才开始在认识人的。因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你越是认识人，你才会越认识神；你越认识神，你才会越认识人。任何一个人对人有爱心的，都是对上帝有很深的认识的。任何一个人对上帝有很强的爱心的，都是对人有很深刻认识的人。我们的教育并不会教导我们要认识人，但是我们的教会会，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教育。所以在大专中心的教导里面，我们从认识上帝的话开始来认识人性，从认识人性来认识这个世界，从认识这个世界来反过来认识上帝的话。那就是大专团契用成全来代替控制的那种信仰教导。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并不是要去学玛利亚，然后不可以去学马大，也不是需要去谴责马大在外面的忙乱。马大在外面的忙乱是要被肯定的，而且要有人去帮他。我们教会的事工不能够只有少部分的人在做全部人的事情，因为教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结构，就是我们的教会有5%的人在做95%的人的工作。我们应该是全部教会的人一起动起来，来对这个社区的人就是服务，来服侍这个整个社区的人。就像一个家庭里面一样，我们不能够让大部分的工作都落在妈妈身上啊。我跟我老婆就是在结婚之后，我们吃了很多苦头，因为就是
他的妈妈还有我的妈妈都非常的优秀，所以他们成功教育了2个很没有生活能力的小孩哈。所以当我们结婚之后洗衣服、煮饭洗碗拖地我们都是看着对方想说谁会去做了你们知道，就是这种成绩不会出现在这2个人组成的家庭里面在我家就会出现。我是屏东人嘛，我只要回去，我的衣服放着，它就会自动被洗好。我只要坐在餐厅桌上，就会自动出现饭菜。我只要就在我们家生火，地就会自动被擦干净。为什么？因为我家没有我妈妈，就是我现在组成的家庭，只有我跟我老婆2个人看着彼此，重新学习。一起忙乱，重新学习彼此服侍，而且不可以去抢别人的福分，这是我们今天的教导。因为今天的教导，我们知道，其实任何一个宣教事工都是成全的事工，它是要让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被成全。马大对玛利亚说：“对不起，马大对耶稣说，你怎么可以让玛利亚在你的面前听你讲道？她应该要出来跟我一起在外面忙乱呢？”耶稣不同意这件事情。耶稣对马大说：“你不可以抢走他的福分，他已经为他自己选了他自己想要的。”反过来也一樣，如果今天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然后他就看他的姐姐在外面忙乱，他就举手说：“耶稣啊，等一下，为什么你让我的姐姐在外面忙乱啊？赶快叫她进来里面听讲道，听讲道才是上好的福分。”耶稣会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你许多事情跨律纷杂，你想要控制很多的事情，你只要控制一件事情就好。就像你的姐姐为她自己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你不可以夺走，不要去抢走别人的福分，让她被成全，让她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被成全。”耶稣禁止我们去抢走别人的福分，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彼此服侍。这种彼此服侍，就像我们看见马大有他的需要一样。在这样的经文的思考当中，认识上帝的话语，它是一个成全的事工。女性和男性都要成为真理的追求者，而且没有人可以抢走，就是在主里面的上好的福分。盼望我们今天的重新的思考，包括我们对信仰教育的反省。我们信仰教育不是你只要自己去读圣经就能够认识圣经因为其实一个人要能够读懂圣经，他对人性的理解要到一个深层的位置。那什么样的人才会认识人性？我相信认识故事的人他会很珍惜他身边出现了许多的故事。我们大专团契的同工和我们大专团契的学员都会问我说：“明亮哥，你会有这么多的故事是因为就是你有家庭嘛，然后你有2个小孩，制造很多的故事给你，所以你有办法就是认识这么多的人性？”我说不是呢，因为其实你们身边都有很多的故事，可是你们不会珍惜啊。我们有很多的故事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可是我们不会成为一个把故事捡起来的人。你如果会把故事捡起来，你就很像在读一本绘本。当你把故事捡起来，变成你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对人性的认识的参考的时候，你会很小心的去读上帝的话。因为读上帝的话，你会发现耶稣在保护玛利亚，他也在保护马大，他保护他们2个好好相处，并且不要去抢走别人的福分。不要去抢走别人的福分。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都会知道这个孩子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他会被成全，这个孩子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他会被成全。怎么成全？他会非常的认识人性，并且从这样的思考去认识上帝的话，成为上帝的儿女，不只是人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唯有认识你的话，才会更深的认识你，也唯有更深的认识你，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生活有意义的人。你帮助我们在认识今天的经文当中，看见马大的痛苦，马大的需要，我们也看见玛利亚她的焦虑，她的害怕，因为她想要像男性一样学习，但是在当时女生跟男生他们其实是被区分得非常清楚。我们看见耶稣的门徒都是男性，并没有女生。当我们领受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你保护了玛利亚对自我的追寻，她想要像门徒一样成为耶稣的学生。但是我们也看见了马大在性别上面的思考是没有想象力的。这种没有想象力，一直到我们当下，我们的现在，2000多年后的台湾，我们看见了女性她有很多的可能，但是在当时女生跟男生他们其实是被区分得非常清楚。我们看见耶稣的门徒都是男性，并没有女生。当我们领受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你保护了玛利亚对自我的追寻，她想要像门徒一样成为耶稣的学生。但是我们也看见了马大在性别上面的思考是没有想象力的。这种没有想象力，一直到我们当下，我们的现在，2000多年后的台湾，我们看见了女性她有很多的可能，
他可以当总统，他可以当很多的原本只有男性可以当的职位，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形象在这个地方的统治是男性和女性不同的人一起去治理，上帝的形象才会在我们当中呈现。所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并不是爸爸比较伟大，妈妈比较不伟大，而是当爸爸跟妈妈有办法彼此相爱的时候，上帝的统治就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让我们在团契、在小组当中，我们很深刻的认识上帝你用话对我们的引导。当我们将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上帝你对我们的话的引导，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